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黎玉昌。2026年西藏雙飛18天純玩全包團，好多朋友都想了解詳細嘅內容。今日呢條視頻就同大家講清楚啦。18天行程係採用雙程飛機加豪華大巴車嘅科學搭配方式，全程只行大約4500公里，平均每日車程只有200幾公里，避免咗疲勞坐車，非常適合初次鎮藏嘅朋友。第一日專車從家門口送到機場，直飛成都、廣州、深圳、珠海、湛江呢4個機場，大家係可以任意選擇嘅。抵達成都之後呢，由我哋公司專職導遊接機，安排入住成都嘅4鑽酒店喺市中心。第二日乘坐豪華大巴車，沿住中國最美景觀大道318出發，先到康定，全程走267公里，途中打卡天泉服務區、瀘定橋、二郎山國旗隧道、康定溜溜城、情歌廣場，開始進入康巴藏區啦。當晚入住康定，海拔2395米。第三日康定到雅江，全程139公里，途中翻越鎮藏第一關折多山，海拔4298米，打卡新都橋、塔公草原，入住雅江，海拔2530米。第四日雅江到巴塘，全程295公里，途中打卡天爐18灣、天空之城理塘、子母湖、無亞大草原，入住巴塘，海拔2580米。前面4日低強度遊玩加低海拔住宿，俾身體充分適應高原地區，可以最有效預防高反嘅。第5日巴塘到左貢，全程240公里，途中經過金沙江大橋，正式進入西藏行政區。拉威山、薩隆達掛經幡為家人祈福，翻越5130米嘅東達山埡口，入住左貢，海拔3750米。第6日左貢到鹽烏，全程290公里，途中打卡怒江72拐、安九拉山、鹽烏湖，入住鹽烏鎮，海拔3850米。第7日鹽烏到林芝，全程350公里，途中打卡色季拉山、南迦巴雅峰、魯朗林海、林芝桃花村，入住林芝，海拔2900米。第8日林芝到三蘭，行高速，全程415公里。三蘭係西藏文化發源地，我哋打卡西藏第一座寺廟、第一座宮殿，入住三蘭，海拔3580米。第9日三蘭到拉薩，全程260公里，途中遊玩3大聖湖之一嘅羊卓雍措。抵達拉薩，我哋舉行烤全羊慶功晚宴，入住拉薩，海拔3650米。第10日拉薩一天遊，朝聖布達拉宮、大昭寺廣場、八角街，住拉薩。第11日拉薩到那曲，全程340公里，途中打卡3大聖湖之一嘅納木錯，入住那曲，海拔4450。第12日那曲到丁青，全程465公里，途中打卡藏北草原、讚丹寺，入住丁青，海拔3850米。第13日丁青到昌都，全程230公里，途中打卡喀拉山口觀景台、那查姆瑪尼堆、察傑瑪大殿，入住昌都市，海拔3240米。第14日昌都到江達，全程230公里，打卡強巴林寺、千米壁畫、金沙江峽谷，入住江達，海拔3650米。第15日江達到金芝，全程275公里，途中打卡江托村、特格印經院、格薩爾王城，入住金芝苑嘅溫泉酒店，海拔係3390米，可以享受天然嘅高原溫泉，大家記得帶泳衣啦。第16日金芝到丹巴，全程360公里，途中打卡卡薩湖、墨食公園、瓦拉雪山觀景，入住丹巴，海拔2000米。
第17日，丹巴到成都，全程360公里，途中打卡貓鼻梁觀景四姑娘山、熊貓園欣賞國寶大熊貓。當晚入住成都，我哋有不熱晚宴。第18日，成都乘飛機返回廣東。我哋呢個18天行程係包咗往返機票、3程嘅機場接送用車、17晚4轉加3轉嘅品質酒店住宿、早中晚三餐、所有景點門票加埋觀光車、2位資深老司機、1位資深嘅持證導遊、1位西藏醫生隨團服務。贈送170萬嘅旅遊保險，26座定制款豪華大巴車，只坐20位客人，價錢係9980，全程零自費、零購物，一價全包，明白消費，開心旅行。